近期有媒體報道，港島柴灣環翠邨公屋有單位大門同鐵閘嘅安裝方向左右倒轉，居民每日回家開門都要扭曲隻手。落成咗40幾年嘅荃灣石圍角邨亦有相同情況。咁樣啊，開唔到啦，一定要咁啦。如果你揸住啲嘢翻嚟咧，你就要放低啲嘢，等喺度，然之後先一隻手夠開啦。放晒喺度嚟開門噶啦，就自己攞啊個鎖匙。你都睇到啦，你隻門都刮到花晒，就開鎖。係啊，真係。係咯，花晒。慢慢拱佢埋去先開得到，開門唔方便咯。啲細路仔就整支燈喺度啊，照住開就方便咯。即係我哋如果講石圍角會有石欄樓、石谷樓、石翠樓、石葵樓，我哋見到咧就喺一個走廊 H 型咧，可能係得兩邊嘅走廊有2個單位度，係會有呢啲嘅情況。我哋可能預計嘅數就係一座樓28層、26層，咁每層有2戶。係會受到有咁嘅相關嘅影響咯。首先咧，設計方面我哋見到右手邊度有一個嘅水掣，咁所以喺鐵閘嘅開鎖嘅方向咧，佢盡量都要避開個水掣啦，因為涉及到如果擺喺依邊，可能佢個開門個闊度亦都會受影響。去到門嘅話咧，我哋公屋嘅開門咧，佢一推嘅話都係會靠近牆嗰邊。如果要擺喺依邊嘅話，佢咁樣推嘅話咧，佢就會向住單位裏邊，可能會阻礙咗，令到佢個實用面積咧係減少咗。我哋對於房署，我哋個同佢溝通啦，亦都係希望會有更多彈性嘅方案，例如大房可能會係改門嘅方向啦，一啲尾房可能係改用鐵閘嘅方向啦，甚至有啲可能係嘅單位，佢住戶覺得我係唔想換嘅，去俾佢哋可以有更多嘅選擇。受影響居民就住佢個單位嘅情況去改善。立法會議員陳穎欣嘅團隊表示，石圍角邨受影響住戶達500戶，葵涌大窩口邨亦都有2座出現同樣問題，受影響住戶約有300戶，就出現所謂倒裝問題。多名立法會議員都與房屋署代表開會，並進行實地視察同家訪。房屋署都從善如流，迅速回應訴求。希望喺立法會議員、區議員等多方力量協助下，居民嘅困惑可早啲解決。係啦，咁如果大家咧面臨相同嘅問題咧，都歡迎可以同我哋當區嘅區議員啦，同埋當區嘅關愛隊同我哋聯絡，之後去希望可以能夠盡快去解決嘅問題嘅。